快来认识的是客家手工造纸工艺，而地点呢是在苗栗。苗栗县的客家农民早期都会利用像是竹子啊，或者是月桃叶等植物做成金银纸来贩售。不过呢，这项技艺是慢慢的已经被遗忘了。为了要找回传统工艺技术，有客家子弟有新的做法，让手工纸变成了不同的装饰品。装饰品、扇子、面纸盒，看得到的创作，统统都是用纸做的，而且不是一般的纸哦，而是资源回收纸，或者是用竹子、月桃叶等植物做成的纸制品。叶子也能够当纸浆，这是传统的客家手工造纸。像是这个灯饰，就是用植物造纸完成的。那我们这个呢，用了4种的那个当地的一个植物的纤维，它的纤维里面呢有月桃、有野姜花、有构树，还有台风草。那每一种纤维呢，有每一种表现的不同的方式。像月桃来讲，它本身就是它的颜色就是咖啡色，像这一种；像野姜花的话，它就是一个金黄色。不用特别去找，不用花钱，用随手可得的植物和纸张就能做成漂亮的装饰品。苗栗社区博物馆发展协会执行长张秀云找回传统技艺，让废纸也能成为创作原料。其实做法并不难，在家也能 DIY， 把纸张加水变成半凝固的纸浆，捏出了造型，再放入油桶子，不但方便制作，还有除湿的功能呢。然后它放在冰箱里面，它可以去吸收一些湿气，然后再放在那个书桌上面呢，书橱里面，它可以把湿气吸收掉。这个就是随手捏的一个纸浆的一个淡定熊啦上了色，废纸除湿玩偶变成可爱的小小装饰品。客家手工造纸以前专门作为金银纸，但是没落之后被遗忘。张秀云用新的做法、新的方式，让客家造纸技艺有了新的风貌。那这是一个社区的一个社区一起共同来做，大概花了1个礼拜的时间。那社区里面的每一个你想要加下去的一个元素呢，图案都可以放在这边。壁癌在这里，越多花的地方就是越多的地方。本来墙上满满都是壁癌，但是在社区居民跟小朋友的帮忙下，用纸糊出了漂亮的色彩，让客家造纸跟社区接轨。接下来张秀云要常常邀请左邻右舍共同合作，让客家造纸技艺开创新生命。客家手工造纸的技法，让月桃叶的淡香幻化成厚实的纸浆，轻轻雕塑小盒子、小扇子，罗列成温暖的生活和一段段感动时刻。